廣東三大方言粵語、客家話、潮汕話，邊個更加古老？都係古老，類唔同啫嘛。粵語就係北方嘅漢語，落嚟之後本地又有啲其他民族嘅，唐朝嘅嗰啲音好多，廣州話都保留。客家話比較接近普通話，中原嘅，梗係嚟得比較遲嘛。咁潮汕話係大概係乜嘢年代嘅呢？閩語。廣州邊個地區嘅粵語比較有代表性？傳統嘅粵語係西關嘅。有人話粵語嘅發源地係封開啊，嶺南嘅概念，佢哋又同覺得水路嗰邊嚟嘅，沿住西江咁樣一路傳過嚟咁樣啊？係啊，所以覺得嗰度係廣東係比較早嘅地方，所以就認為係嗰度咯。講粵語嘅小朋友越嚟越少，家長嘅責任推廣普通話，從嚟就冇要求你返屋企都要講普通話。